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 Man 空睇嘅 YouTube Channel。話說 Smart 通推出項全新服務，叫做 AI Connect， 就幫大家喺無需用 VPN 嘅情況之下，就直接玩到香港用唔到嘅 AI 服務，就好似 Gemini 啊、ChatGPT 等等嘅。咁到底呢個服務收費詳情同埋內容係點呢？背後有咩注意事項呢？咁陣間我哋都會逐一講解。咁最後啦，我準備埋實測啊，就同大家分享到底用成點啦。點解會有呢個 Smart 通 AI Connect 服務呢？試完啦，部分好出名嘅 AI 服務就好似 ChatGPT 啊、Gemini 等等呢，去到目前為止仲未對香港用戶開放噶。咁所以通常啦，大家就會購買同埋安裝 VPN， 兜過海外伺服器先至用到嘅。咁一嚟要使錢啦，二嚟都幾唔方便。正因係咁 ，Smart 通新推出 AI Connect 服務，就幫大家喺唔使使用 VPN 情況之下，直接連線到香港用唔到嘅 AI 服務。而收費方面就每個月收你28蚊嘅。至於申請資格，所有 Smart 通現有上台客戶都可以申請 AI Connect， 無論係 5G plan 定還是平啲嘅 4G plan 啦，都可以用到。只不過啦，目前仲未向儲值卡啦同埋 5G 家居寬頻客戶開放嘅。依家一齊睇下 Smart 通 AI Connect 服務嘅官方介紹。根據官網，呢個服務就可以幫你透過流動網絡啦，即係平時 5G 或者 4G 嘅流動數據，無縫連接多款全球頂尖 AI 平台。只不過留心翻 ChatGPT 呢係要加網頁版噶，咁到底用唔用到 App 呢？一陣間實測我哋就會話俾你知。同埋啦，就無需其他手機設定啦，或者使用第三方應用程式，就為你開啟無縫嘅創新 AI 體驗啊！申請方法非常之簡單，無需落門市辦理，只需帶翻 Smart 通 Care App 啦，根據翻官網嘅教學就可以開到 AI Connect 嘅功能噶啦。不過喺登記之前有5個注釋項一定要考慮清楚先至好俾錢申請嘅。第一個啦，要用 Smart 通 AI Connect 咧，就一定要配合翻 Smart 通本身嘅流動數據去用嘅。換言之啦，當你轉到 WiFi 再去上呢啲外國嘅 AI 服務啦，就會失效，係會用唔到嘅。咁所以大家就預咗啦，用 AI 就一定要用翻 Smart 通嘅 data 嘅。而第二件事啦，就係所有用量就會照樣扣除你嘅本地數據用量。第三啦，你就必須關閉 VPN。咁所以目前用緊 VPN 嘅話啦，就要考慮翻兩者之間點樣去取捨啦。第四啦，你必須關閉 iCloud 嘅 Private Relay 嘅。咁用開嘅話啦，都係嗰句啦，你自己取捨翻啦。第五啦，就唔適用於網絡分享功能。咁當你 share WiFi 俾第二部機咧，就算第二部機都用緊你 share 出嚟嘅 Smart 通數據去呢部機係用唔到呢啲 AI 服務，只限你本身嗰部機先至用到噶。分享實測結果之前，不如了解埋呢個服務嘅運作原理。其實做法啦就好簡單嘅，就 Smart 通啦認定咗啲外國 AI 服務嘅網域，當你要連線到呢啲網域嘅時候，佢就會自動將你嘅線路兜到外國嘅伺服器，再兜到去呢啲 AI 服務。咁所以啦，人哋嗰邊就會以為你外國 IP 就可以解除到區域限制啦。而呢個兜線方式好處在於連接到其他嘅網站或者服務，就用翻你 Smart 通本身嘅香港 IP 去上網啦，就同你平時係毫無分別嘅。由此可見 Smart 通 AI Connect 嘅玩法同 VPN 好唔同，所以衍生下列嘅優點。第一，就其他連線嘅速度自然係唔會受到影響嘅，就唔似 VPN 啦，其他連線啦都會受到外國嗰邊嘅連線所限嘅。第二咧，就可以正常得翻本地銀行啦、串流等等嘅應用程式可以收睇到香港嘅電視劇集。第三啦，就唔會觸發到某啲網站對 VPN 嘅防火牆啦，或者真人驗證呢啲比較麻煩嘅功能嘅。咁最尾啦，就係你唔同嘅網站App 啦，你搜尋同廣告嘅結果係會維持翻香港地區嘅。好啦，講完一大輪，到底呢個 Smart 通 AI Connect 服務有料定還是冇料到呢？好唔好用呢？係咪全部 AI 嘢都可以連接到呢？咁跟住落嚟啦，就有勞卡友哥親自自費就購買咗呢個28蚊嘅 AI Connect。咁佢本身啦就用緊98蚊嘅 4G 月費服務嘅。咁只不過啦，喺進一步分享測試結果之前啦，希望大家幫手 like 翻條片，訂閱翻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空 Tech 嘅支持啦。咁另外分享多一條差速片啦，就 Smart 通 5G 上台 plan 對決一樣嚟自 Smart 通嘅 5G 連卡咁未睇朋友就記得翻去參考翻啦。
首先，相信大家會好好奇，到底呢個 SmarTone AI Connect 服務會用咩 IP 出海嘅？咁根據我哋測試啦，所有用過嘅 IP 檢查網站都會顯示香港嘅 SmarTone，咁呢個結果都好正常㗎，因為只有指定嘅 AI 服務先至會轉到去海外㗎嘛，咁其他網站就會照用翻香港嘅 SmarTone IP， 但唯獨是呢個 whatismyipaddress.com 呢，就反而顯示咗係比利時，咁而 ISP 啦就屬於中信電信國際荷蘭分公司，咁呢個係純屬巧合啊、出錯啊，定還是呢個 domain 俾佢認咗係外國嘅 AI 服務呢？咁我哋就唔清楚啦。戲肉嚟啦！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剛才提過官方介紹就列出 ChatGPT 啦，係用網頁版嘅。咁點解無啦啦要寫網頁版落去畫蛇添足呢？咁我哋就揾到個答案，因為啦，當連線咗呢個 SmarTone AI Connect 之後啦，係用唔到 ChatGPT 嘅程式㗎。咁我再重申一次啦，就用唔到 ChatGPT 嘅 app 嘅，就會出現咗右手邊呢個 error 嘅頁面啦。咁撳極重試一次都係咁樣嘅。咁而相反啦，我哋就成功用到 ChatGPT 嘅網頁版，都成功問到問題啦，拎到答案嘅。咁所以官網個網頁版3隻字就真係個好重要嘅頭盔。咁如果大家啦平時係習慣用開 ChatGPT 個 app 啦，咁當申請 SmarTone 呢個 AI Connect 之前，就記得考慮清楚啦。至於 Google 嘅 Gemini 就順利得多，根據我哋嘅測試喺 Pixel 上面啦，無論 app 定還是網頁版全部都成功用到問到問題嘅。咁呢度啦就有一個示範俾大家去睇翻啦。咁所以大家用開 Gemini 而冇乜用 ChatGPT 啦，咁呢個服務就會比較適合你啦。最後分享多個意外發現 ，Carl 就發現喺升級呢個 AI Connect 之後啦，佢部 Pixel 就成功解鎖咗 Pixel Bus 嘅朗讀信息通知，因為呢個功能本身係屬於 Gemini 嘅，咁以往用香港嘅數據嘅話啦，佢就係開唔到嘅。咁當申請 AI Connect 之後啦，都隨之將呢個功能解鎖，就可以 Pixel 耳機啦聽到一啲信息嘅內容嘅。今次實測大功告成，今次我哋 conclusion 就係呢個 SmarTone AI Connect 服務絕非 VPN 嘅替代品啦。咁有啲地方啦，仍然係做唔到 VPN 嘅功能啦。咁就好似呢個 SmarTone AI Connect 就只限喺用緊 SmarTone data 嘅時候，先至可以用到呢啲 AI 嘅服務啦。咁而相反啦，連接到 WiFi 嘅時候，咁佢就會打回原形啦，就變翻上唔到嘅。咁相反啦 ，VPN 就幫到你喺用 data 又或者 WiFi嘅時候啦，全部都可以順利連到呢啲 AI 服務嘅。咁只不過啦，你要玩 VPN 啦，你可能就需要多少少 technical 嘅知識啦，去揾一個合適嘅 VPN，再去申請戶口俾錢裝 app 平時又要開關等等嘅。咁再加上VPN 就有機會啦，令到你可能瀏覽某啲網站就係唔俾你入啦，又或者係需要你撳下啲圖片，做下啲真人驗證。咁甚至連 Google Search 啦，有時都認得你啲 IP 嘅，咁都要你去撳下掣嘅，咁增添一啲嘅不便。咁只不過啦，坊間其實啲 VPN 嘅服務啦，尤其是比較出名、比較先進嗰啲呢，已經一個新嘅功能噶啦。咁你可以選擇啦，某啲 app 啦就唔使用 VPN 嘅，就用翻啲舊嘅香港 IP 出去。咁樣做啦，你就可以係豁免翻，例如話香港嘅銀行 app 串流 app 你個 browser 等等嘅，咁就係留翻啲 AI app 啦，先至用 VPN 嘅。咁所以去到最後啦，喺市面上嚟講，多一個選擇絕對係一件好事嘅。咁都唔知道啦，嚟緊會唔會其他電信商啦加入推出類似嘅服務？咁唔知道咁多位 SmarTone 嘅現有客戶點樣睇呢？你有冇興趣俾28蚊啦去申請試下感受下呢？咁都歡迎下面留言啦，就同大家分享。又或者啦，咁對於你嘅興趣轉台去 SmarTone 嘅朋友，你認為呢個 AI Connect 服務會唔會係一個吸引你轉台嘅誘因？咁都好歡迎下面留言啦，就同大家一齊去討論嘅。咁今集啦，我知道大家聽得啲辛苦，咁我把聲都有啲難聽，因為唔知點解突然間呢有咗喉嚨痛啦，咁好多痰把聲又沙咗，同埋有少少發燒咁樣嘅，咁所以今集如果覺得聽得辛苦嘅，咁喺度同大家就講一聲唔好意思啦。咁最尾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希望我哋幫手俾個 like 咁呢條片啦，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Home Tech 嘅支持啦。咁同埋都非常之多謝 Carl 啦，就今次自己揞荷包啦，就為我哋測試咗，同埋分享佢嘅測試結果。咁喺度啦，都再一次多謝阿 Carl 幫手啦。